来看嘉义溪口的美南川、甲美北川哦，较早居民拢会练武术、人狮，也毋过即马人口老化，传统的柑仔西镇拄着传承的问题。地方创新协会成立青年培训团，招在地少年囡仔要来保留这霸当的传统。在庄的少年囡仔下课食饱了后，就要来开始做西镇的训练。因是嘉义县溪口乡最后一团的柑仔西团，为了要来保存这个地方的基地，在地地方创新协会成立培训团，专门教少年囡仔来学。我是会希望可以把这个技艺传承下来，因为就是毕竟我们村落还是需要一个凝结的力量。头开始我捌带囡仔去庙表有遐老母仔看，真个为长老看，因看看他们有说过一句话，这囡仔听说佫留咧50班，可以延续个50年。柑仔西是以前溪口轮尾的农民，因的时阵练的西镇，这当中佫有结合传统的武术。在地地方创新协会为7年前就开始投入柑仔西镇的训练，找人来教西镇的功夫，希望延续地方的传统。即马大家庄头内底囡仔少啦，人啊少，人口流失，所以无像以早遐侪人伫内底，要保留落来，真正是爱讲内底吼，咱庄内这的头人啦，因爱足认真去考的。一遍我拢练1、2点钟哦，免互因安尼辛苦来练，互因有一个表演的舞台，透过这个舞台，互因有一种成就感，佮建立起对咱对这个民俗技艺的传承有自信。协会理事长表示，溪口17个村，只剩因有咧练习西镇。目前除了在庄的囡仔有咧练习以外，嘛佫有别庄的人来学，希望透过西镇的培训，不但保存在地技艺，嘛，互少年囡仔来认捌故乡的历史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